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初5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祖。新闻头起先，阿富汗东南部随时暗时又个大地震。英国卫报是报讲，这是这几日来第3届的大地震了，规模是6.2。前礼拜规模6个大地震到达，死亡人数是已经超过2200人。真正的地震还阁伫咧救，阁一直发生地震，河北省阁继续惊吓悲伤。阿富汗崔西岸发生规模6.2的地震。德国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讲，震央是伫东南部地区往巴基斯坦边境。6.2的地震前后也有几落变地震，规模分别是5.6、5.2加5.5之间，造成严重破坏，民众惊吓。I've already buried 6 others over there. They're from my own household. These are my cousins. 要按物资送入去灾区真困难，因为路拢被震到海去，工作人员要过，一个先落车搬石头，救援人员随时立时用行几落点钟，直到因为地震山崩，无法度出入的村内面，对崩起的厝内面搬做真侪尸体。I was not able to count how many people and the dead bodies were here. Most of the households here are entirely destroyed. On the top hill, there was also landslides in the area. Dozens of houses were fully destroyed. 库纳尔省真侪厝拢是柴厝加土角厝，挡袂了地震。全球伊斯兰救济组织评估，这个省差不多98%的建筑物规个倒来或者是受损害。塔利班发言人随时证实，自礼拜发生毁灭性地震，拜二哥发生规模5.5的地震到即马，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200人，比之前估计1400人较多。د نورو اداراتو ملکی او نظامی اداراتو سره ساحې ته ځان رسولی ده ترڅو هیوادوال مو خوندي ځایونو ته روغتونونو ته انتقال کړي。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并且实施严格宗教法规了，为政府组织甲援助团体运作愈来愈困难，支持也愈来愈少。援助团体讲，因即马正需要人甲物资来救受伤的人，甲互几落万无家可归的人食甲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各地高温是32至35度。气象署有针对5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大台北、嘉义县、台南也有台东有可能会降到36度以上，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的雨水都袂遮尔凶，也毋过像讲。桃园以南，也有其他的山区，要是爱注意过道的雷公雨。因为明仔载水气是会变济哦，东半部、恒春半岛是规工拢会落地渐准雨，西半部要是以过道雷公雨为主。南部、中部以北山区是较会落大雨。行政院昨公布4项基础政策，其中一项就是甲社会主体摕11000元出来做婚育主体。家庭内有6岁以下囡仔通住12年，另外嘛扩大租金补贴的范围，有结婚的是加1.5倍，那生一个囡仔搁加0.5倍，目的就是要鼓励民众结婚生囝。相关的政策会投入269亿。30岁陈小姐去年才拄啊结婚，伊甲翁婿2个人拢是上班族，保证伫新北市税厝，干那8坪大的小套房，逐个月的租金都爱万外，也无包括水电、家私、3顿，甲其他的生活开销。保证翁某2个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拍拼欠钱买厝，暂时也无考虑要生囡仔。除了住之外，像劳动环境啊，然后还有整体的可能因为物资就是每一年都在涨，但是我们的薪水也都没有涨了，那没有办法给他最好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先暂时考虑就是缓一缓，然后继续存钱。其实，类似陈小姐这款的拄啊结婚的翁仔某也有真侪。为着鼓励少年人甲结婚愿意生，行政院公布青年婚育税厝协助方案，其中包括社会体会释出2成作为婚育体，互有0到6岁囡仔的家庭，会当住满12年，有计今年底进前会释出1000户，未来3年内会阁释出1万户，伫补助代管社会体部分，有未成年子女也是新婚家庭提供幼儿安全设施补助，当年上悬6000。在婚育宅的部分，我们会在今年度就会释出1000户。那在2026到2028，未来会释出1万户的社会住宅来提供给青年婚育宅来使用。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我们为了要鼓励结婚育儿的话，
新婚加码50%，每多生一胎再多加码50%。内政部强调，9月底会提出多例条例修法，包括保障3年租期、小额租金起付，袂当超过当季房租指数年增率。那厝头家技术处卡申请租金补贴加刷入户籍会修法。另外，税处若有相关纠纷，政府会免费提供调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随时通过药案留一停薪照顾有存久的方案，未来药案留停有30天，会当一天请假，爸母假起来到60天。也若家庭照顾假会当用点钟来请假，除了劳工以外，公共假嘛适用，按算是每年1月初1施行。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哦，会当来参考外国，把这药案留停的时间延长到囡仔8岁。工课流和家庭两边做伙无用，都是大部分上班族的生活。有在做工课的妈妈施小姐就讲，真正在食品业做工课，都捌看过同事因为带囡仔留一停薪的困境。人情压力上面，那我也会去想说，哇，如果我之后有小孩的话，那等于好像要常常一直麻烦跟拜托别人。行政院初时议会通过劳动部带囡仔留停照顾单性化方案，甲带囡仔的留停放宽做会当照日来请假，家庭照顾假会当照点钟来申请，按算每年1月初1开始实施。对这民众大多数反应袂歹，不用两边很难兼顾啊，就是说如果可以弹性调整的话，一天一天的会比较好，比那个一个月弹性。根据劳动部的规划，带囡仔留停会当用日做单位来申请，天数袂当超过30天，申请加起来会当请60天。申请期间其中6个月共款会当领8成的薪水。另外有家庭照顾的需求的人，现行1年7天的家庭照顾假和7天的事假，嘛当用点钟来申请，拢总是112点钟，会当弹性因应家庭需求。雇主袂当靠专勤奖金，为了鼓励雇主包容劳工的需求，政府会予小微型企业经济支持。劳工申请孕育留停1天，我们就发给定额1000元的奖励金给雇主。可以预期的部分是要5日前提出，针对临时性的比方说刚才说到肠病毒、小孩流行性感冒，1日前或者是如果是当日临时状况的话，可以当日是委托他人来帮忙申请。面对是点出3大缺陷，建议带囡仔留停，未来当学欧洲国家对1点钟申请单程的方向去行，而且把适用囡仔的年岁对3岁延长到8岁，嘛提醒对申请寻求带囡仔留停的家长，代办同事的加班时数会当突破劳基法法定的上限，恐惊会造成同事反感无欢喜。呼吁雇主应该提供更加侪薪资予职务代理人。劳动部应该要鼓励雇主把这个1000元付给那个加班的或是直带的人，让你的同事得到一些津贴，这样大家觉得职场互助我没有亏那么大。王兆庆认为讲，虽然目前法规是无强制，建议劳动部在新制试行一段时间了后，再来看速落来敢要修法来强制补贴这代。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牛奶今年开始进口是免关税，农业部观察，称这个冲击无想的这么大。也若目前台湾有88派牛奶是对美国进口，关税单判敢会有影响？农业部表示，目前状况是也无清楚，后手会过来讨论。自明年7月开始，牛奶若要标示青奶，就要摕到主管机关核发的青奶标章 CAS， 或者是3小乳酪等标章。政府希望用安尼来分本土甲进口奶。早期伫咧农业协会70周年庆祝活动，陆龙讲欢喜看到这种政策的方向，但是对所落来代表的谈判，因也是担心青奶标示是不是变作无有障碍。我非常担心，我看到的问题就是美国不是老大，是美国老爸。我相信在政府上，在谈判上也有很多无力感啦，不是说政府的错。台湾自国外进口的青奶内面，上最就是美国占88%。若是明年开始文也表示青奶，美国的产品第一个受影响。农业部也讲，情势还阁无确定，不过这个情势闪袂过，也是要面对。看办是纽西兰零关税液态奶进口的影响，无亲像之前想的遐大。纽西兰零关税进口，并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这些事情。台美的关税的谈判虽然目前都还不明朗，但是后面一定会有对于我们国产的乳业会有一些议题。农业协会也希望政府第三爱修法条，保护本土农业。当然，我们一定会据理力争啊！你美国再怎么样，也不能够抹灭我们食品安全，也不能够抹灭我们消费者猪的权利。这个我们一定要去力求。
台湾本土医业唔但是面对着国外介绍属的医品竞争，伫咧国内也有真侪挑战。农业部讲，青林的产量增加，不过去年个人一年青林的消费量自22公斤降到无到21公斤，主要是因为有豆奶这款其他的代替品所造成。所以除了希望农农家己控制产量，将这款泥牛拍掉，也要强化多元泥品的产销连结。记者综合报道。先来带观众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征收对顶关税是违法，超过总统的一权限。川普政府9月初3是提起上诉，川普是警告讲，若是败诉，有可能会撤销和欧盟等国家达成的关税协议，美国恐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再来咱看《自由时报》。天气真烧热，台北市府是提供522个地点，让民众会当来避日头休困。也毋过，这当中有231个地点是公园，有137笪是无法度提供给民众饮水的。再来咱看联合报，卫福部人事案，这疾管署长是由代理署长罗一军来接手，正做头一个防疫医生出身的疾管署长。另外，健保署长是由副署长陈良武来承任。咱来看高雄小港安泰病院的医生王明书，伊替人做减肥手术，造成2个人死亡哦。卫生局调查了后发现，讲这手术的过程有问题，这个费用嘛超过医疗器材嘛无合法，所以是决定甲伊的执照废掉，目前是200万块交保，限制伊出境出海。来到小港安泰病院门口，发现患者明显减少。大门口有打广告讲，外科门诊甲大医业务爱暂停到11月底。这是因为安泰病院医师王明书替病患做减肥手术，小刷造成2名患者死亡。经过卫生局调查认定，王明书动手术不符合国际标准，医师停改回决期，正式废掉伊的医师执照。另外，包括手术超收费用、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等等，除了罚款，也依上检调侦办。而院方也因为同意王明书执行正义手术。业务管理有欠点，和卫生局下令外科门诊大医业务停业3个月，包含安泰医院外科业务停业3个月。医审会也决议废止王明宇医师执业执照，相关案情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所以你也是对病院做有信心的？有啦，这件有。啊，像你谈到讲这种问题，我就感觉讲较无可能的。可能是大人的。嘿啦，伊可能是来迄原捌哩。因为医师甲病院拢有违法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检调当归初3针对王明书住的所在公司甲医疗场所来进行敲催，查考交易资料等相关证据。测试透早夜团被告甲相关证人到案说明，约谈了后，检方裁定王明书200万交保。本署检察官就王姓医师涉犯医疗器材管理法等案件，于昨日执行搜索，并于今日凌晨讯问被告王姓医师后，预支交保200万元及限制出境出海。卫生局调查，拢总有67人互超收费用，一案罚5万，拢总罚病金335万。当时和院方9月30进前爱将超收的钱还给患者。针对卫生局相关调查结果甲处罚，院方内部表示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因无方便讲啥。记者柯亚如赵阳高雄场报道。伫咧台北市一个姓林的小姐，今年6月去医美诊所去做迄个抽肥肉的手术，所以引起急性腰颈衰竭。医生是评估讲，这有可能一世人拢爱洗腰子哦。林小姐总是指控讲，出代志了后，诊所煞毋肯负责。也那诊所是讲，伫咧责任厘清进前有先申请医疗登记调解。40多岁林小姐今年6月到台北市一间有名医美诊所抽智能缝甲智能缝针布手术，却发生急性腰子衰竭，紧急送去大交护病房10日，2摆病危通知，佮并发多种器官衰竭，双脚血泡加双脚的镜头啊，拢欠血害死。医师评估可能需要长期或者是规世人洗腰子，让林小姐身心受创，人生就此变调。我现在必须每周3天规律的洗肾。或许一辈子都需要依赖透析为生。不过代志发生了后，林小姐讲诊所想要撤挂责任，讲开刀性质医师甲诊所是承揽关系，早期性质医师各种问题设向麻醉医师甲药厂和家属求上无门，最后才找立委来定情。他是诊所的主治医师，出了事可能有赔偿责任的时候，就变成是承揽关系咯。好，我们家诊所毫不知情哈，跟诊所无关，是这样吗？昨天9月3号，
台北市卫生局的稽查小组，以及到了诊所里，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跟必要的查核。损害的范围不明，且责任尚未厘清之前，已申请台北市政府医疗争议的调解。立委陈昭祖要求卫福部爱彻底整顿医美产业乱象，卫生所责任到药品使用，拢爱严格规范，幸福民众一个安全、用信任的医疗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伫咧花莲有一个查甫人走入去长会宿舍，甲秀林的一个高中查某老师杀死。昨花莲检方甲这个姓刘的嫌犯提起公诉，专案会照国民法官法定数来进行审理。今年5月16日，花莲秀林有一个国中的查某教师，伊伫调回宿舍，互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偷走入去，不幸互杀死。互当地是真惊吓。案件经过花莲检方的侦查，认定姓刘的被告涉犯刑法侵入主体、强制性交、故意杀人、杀人含强盗等真侪项的重罪，依法对伊提起公诉。违反被害人的意愿，着手对被害人为强制性交行为，经被害人抵抗挣扎。刘姓被告即对被害人施强暴至无法抗拒的程度。刘姓被告接下来持续以双手紧掐被害人的颈部，导致被害人死亡。检方指出，专案会照国民法官法的定数进行审理，目前已经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还未具体求刑。含这个被害的查某教师真实的人士指出，姓刘的查某教师是去年较真对外县市内到花莲服务，住伫调回宿舍。姓刘的查某人是定期关怀的对象，虽然无法度讲话，但对被害的查某教师是真爱慕，追究未成，结果煞甲杀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9月初3办阅兵典礼，迄天都是总统普丁嘛有来。想袂到这麦克的收音，有甲普丁和习近平讲话声音收入来，听到因伫咧讨论器官意识，也有重心不落的话题。中国初3举行二战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大典，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画面，外界除了看到盛大的阅兵仪式加各种武器，搁意外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罗西亚总统普京无细字外流的一段谈话。透过影片会当看到，习近平为中心的各国领袖行向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场地，习近平两边分别是普京加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现场麦克有录到习近平加普京透过翻译的对话。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后来出现一个远景画面，当时听到习近平的回应。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普京尾仔回答记者的问答，证实有这段对话。Да, это, по-моему, мы когда шли на пара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Ну да, значит, эту тему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господин Берлускони развивал активно. Ну д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习近平甲普京讲到中兴不老的议题，好亲像嘛呼应两个领导人对长期掌权典型的企图心。2018年，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普京嘛修改路过的法律，两个人拢为长期执政伫铺路。中国93阅兵典礼，和中俄北韩三领导人公开做阵。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大文讲话，伫口说透过这三个领导人当伫强暴对抗美国。初3川普伫北京甲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伊真清楚这个画面背后的意义。But I understood the reason they were doing it, and they were hoping I was watching, and I was watching. 川普嘛表示，甲习近平交情真好，只是认为习近平应该伫演讲中提起对中国帮助真济的美国立场。广西新闻张淑芬编译。以色列军继续攻击加沙，加沙有上100万人，毋若是无饭通食嘛，无厝通住。另外，哈马斯掠以色列的人质已经要700公路，加速是情绪真激动，上街路来示威，和警方起冲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官舍外口，有规定的示威者强要设计控制，甲警方发生冲突。2023年10月初7，互人掠去的以色列人质，即马还有47个人伫咧哈马斯的手内，不过估计其中25个人已经死亡。因互人掠去已经要到700天，亲属甲支持者情绪是按捺袂了，连续几多天伫耶路撒冷示威，希望大家听到。And we've been waiting way too long. It's been almost 700 days that they've been suffering there.
示威民众爬起伫伊势的国家图书馆的厝顶，有人行顶头用红菜写绝境的字板，口说政府无顾人质。对连续几多天的抗议，纳兰亚夫出面谴责，伊批评这款示威者敢若是一群法西斯民兵。בדמוקרטיה, הפגנה זה דבר לגיטימי. אבל מה שקורה בהפגנות הממומנות, המאורגנות, הפוליטיות נגד הממשלה, שהן פרצו כל גבול. 共这段时间，伫加沙市以前正美丽海沙堡，即马规片拢是临时搭建的布棚。以色列军方阁一直发炮火警告，叫影响难平线。加沙市民唔知如何是好，无路通退。أكثر من هيك ما قدرناش. معناش فلوس نروح حتى على الجنوب يعني. ابني راح يجيب زي ما بيجيبوا طحين عزكيل اجاني حاملين لي اياه كيس طحين. هيني دشرته في الصفطاي وفي المقبره واجيت انا هجرت من غيره. انتوا جوا السياره؟ 这是2024年1月，因为炮火无停掉，伫咧车内加塞查某囡仔辛德拉贾普，伊靠互红星月会化救人的电话录音。拉贾普是真侪加沙囡仔的缩影，伊的故事和突尼西亚导演翕做加沙纪录剧情片。三个伫咧威尼斯影展首映时阵，这部展现人性残酷的电影，和全场的观众听起来拍不花23分钟。若是创威尼斯影展的纪录，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公司新闻网络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是讲，哈佛大学普遍存在反犹太主义甲反白人偏见，所以甲补助金扣起来，造成真侪研究计划无法度做。今麦法官是裁定，川普对哈佛是非法报复，下令资金撤销冻结。哈佛大学和川普之间长期冲突斗争内面摕到重要一项。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巴洛兹下令川普政府撤销对哈佛冻结的26亿联邦补助金，受到影响的大型研究，特别是医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大计划，有可能会当继续。学生嘛真欢喜看到家己的梦想有机会会当变作真的。The administration's actions were overstepping their boundaries and were unlawful. Again, a lot of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for life-saving research to advance, research in Alzheimer's, cancer. So I've been wanting to create custom stem cell therapies for heart disease. And obviously, that needs funding, that needs support. 哈佛大学是美国上 top 的大学之一。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学校开始出现真侪抗议以色列停加沙的示威活动。川普当面哈佛的校方是助长反犹太主义，要求修改治理和招生政策。方拒绝了后，就下令冻结联邦补助金，取消政府合约。哈佛今年4月提起诉讼，法官巴洛兹找上的判决是推翻这惩罚措施，讲政府用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冻结经费，违反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对解决问题并无帮助。哈佛史上第一个黑人的查某校长介意，去年伫和川普当局的冲突压力之下辞职，对政府的黑手是持续表示真烦恼。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has chosen to attach all sorts of ideological strings to funding. 白宫已经表态讲会上诉，嘛批评法官巴洛兹是奥巴马任命的激进左派。哈佛的研究人员是烦恼讲，时间真长的法律攻防，有可能互资金是真歹及时来恢复。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意大利的时尚大师阿曼尼随时伫咧米兰过身，才刚91岁。阿曼尼被看作是意大利优雅化身哦，伊所创立的时尚帝国，就包括服装、香水，也有化妆品等等，这期待是超过100亿美金。阿曼尼伊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全球的名人嘛拢伫咧社群平台表达哀悼。米兰圭亚路阿玛尼品牌旗舰店头前，真侪市民甲时尚款的人士伫咧遮悼念。阿玛尼自1975年创立同名的品牌，到呾以简单有力的线条加经典的剪裁，完全改变西装的刻板印象。带动 Power Shirt， 也就是宽了套装的流行，因那定义意大利的时尚，也甲品牌扩展到奥运代表队的制服、红地毯服饰，也佫有生活用品。阿玛尼在生的时阵真低调，因过伊作品是流行全世界。Sad to hear about his death, and I came just to pay my respects. Giorgio Armani was very loved in Milan, and he was a great man and with great fashion.
阿玛尼自一台最大加糖车起家，上面变做超过100亿美金的全世界时尚帝国。以1934年伫意大利北部的皮亚清查出世，本来想要做医生，尾仔伫咧时尚圈找到真正的舞台，先伫咧米兰知名的百货公司做图腾的设计，尾仔入去时尚品牌，慢慢累积经验，到41岁才创立家己的品牌，就叫阿玛尼，用简单流利的线条加流化的西装外形，彻底改变男装的风格，互人讲是改过传统西装的设计师。美国福比斯把伊列入全世界前200大好野人，伊影响的唔但是穿插，也有文化甲生活。理查吉尔凯特布兰奇等名称拢是阿玛尼红地毯的代言人。He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 world dresses, especially the way we consider tailoring and suiting, but also as a businessman with a huge empire that he started by selling his Beetle car. It's a fairy tale story. 阿玛尼伊的一生见证时尚甲产业的演变，伊代表的极简奢华，真侪意大利时尚的代名词。伊的事业包括化妆品、香水、家具设计，也有酒店。伊过身的消息传出了，真侪有名人，亲像维多利亚·贝克汉、超级 model 辛蒂·克劳夫、演员山缪·杰克森，也有时尚设计师范伦铁诺等人，拢伫咧社群平台悼念这位真正的传奇。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写。虽然今日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伫咧一场集合乌克兰民友的峰会了后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诺会提供乌克兰战后的安全保障，内容就包括建立陆海空国际部队。虽然美国国务卿老比奥今日表示，华府会对部分中美洲公民实行签证限制，指控因挑工代表中国共产党刑事破坏当地的法治。虽然纽约时报是报讲，英国、美国等等的治安专家发表声明，中国骇客严防台有可能偷摕所有美国人的讲资，嘛入侵全国80多国的网络。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表示，这是因伫咧美国看过上较严重的网络间谍入侵事件之一。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是讲，冰岛连续17年排上安全国家的第1名，也那咱台湾是第40名，退步2名。伫咧战争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是吊桥尾。共军继续对台军事施压，国防部单地整合6架次攻击，5架共艦1架公布准交代，前几日军事会议上也亲像记录攻击风枪声引动。空军强调，拢依规定实施广播驱离，要求严守飞行纪律。外界推测，枪声攻击也可能是民航机师。自以为是，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好不好？一辈子都跪着，对共产党努力。攻击人对台威胁无长，台海局势紧张。最近几年，全球真侪所在也发生冲突。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出来，冰岛连续17年是上安全国家，前10名位于亚洲国家，新加坡排第6，日本排名12，台湾退步2名，排伫第40。含伫战火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是吊车尾，俄国更加是头一摆最后1名。乌克兰用无人机摧毁俄国火药库，双方的战火高达无平息。和平指数是根据包括社会安全、甲治安、国内外继续冲突、甲军事化程度等3大领域的23项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排名。学者分析，强化防卫能力会更较有机会降低区域冲突几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解决房贷的问题，行政议会暂时公布从银行法第72条之2的不动产办款比例会摆渡申请案，也就是讲银行办理申请案贷款的时，唔免阁受到银行存款总额上最30%的限制哦。银行局也提醒讲，银行伫咧核定申请案贷款的时阵，袂使限定爱买其他金融产品。办户贷款减放量啊甚，行政议会宣布9月初开始，若是申请案申请贷款，不受银行法30%的限制。已经问了房仲或者是问银行，现在要贷都比较困难。那当然，现在如果开放了之后比较放宽了，让我们会愿意去贷这个申请案的意愿就会比较提高。
今年37岁苏先生因为符合申请案资格，本来想要伫双北近市区的地点买150万的2人房，进前却因为担保申请案携带贷款唔敢买。金管会统计，申请案为2023年8月实施，一直到今年7月底，已经携带将近13万户，金额超过9900亿。分析携带年龄占比，贷款民众的年纪超过70%以上，拢是39岁以下青壮年，40至49岁民众占22%，50岁以上的是占5%。经过财政部强烈的要求，公股行库必须要落实增审跟贷放后管理，整个新青安的一个放款呢，几乎都已经回归到符合财政部政策目的的这些授信对象。都惊放电银行法了后会去用乱用，金管会银行局表示，携带前拢会请银行确认是毋是家己大使用，每人限贷一届，爱阁交家己大设计师。携带了后，若是查到转租，只会无合规定的会加补贴的利息，接到转来调整携带条件。目前接到转来有5421件，金额超过1亿。房贷荒要彻底解决的话，第一是央行针对不动产放款集中度要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到底银行降到多少算是及格线？那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大家都在揣摩上意，当然在房贷放款上就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金管会表示，查核的日子会定伫9月初1，这是因为若是各项监察量能向扩大，可能会影响房地产的市场。根据财政部统计，8月份公股银行受理申请案的贷款携带还未拨款，差不多有12000多件，1200多亿。记者采访报道。地方的消息，咱来看，台中北屯的总铁路昨有一位骑机车的民众，伊不满自来水公司在做换管线工程的交通管制，就去甲这管制区内面的塑胶笋塌福岛和施工人员去冲突了。破碎机的司机是真生气，就甲这机器的手骨挡伫咧机车头前。自来水公司是讲会要求停工，照客要来罚厂商，警方嘛要来开罚单。怪手将机械手骨挡伫车道，一台机车轰炸到紧急达东啊，后壁的车一直起喇叭。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北屯区东铁路。测试早起9点半，现场是自来水公司咧换管线的工程，看到技高工，双方坚持大约1分钟，其他用路人是认为施工单位修焊嘛。怪手的那个头给人家阻挡，挡他。对，挡了大概1分钟了。看伊什么规定，你就照规定行就好啊！你袂使路拢也动起来啊！感觉足咸的，伤过咸啦。等到现场，工程又完了时间，怪手司机表示，因为机车骑士无遵守技高指挥，踢到几下的塑胶桶，引起激烈的口角，所以想要砸落来理论。台中市第5分局表示，姓吴骑机车的人甲施工单位争执，虽然无发生代志，也过怪手运作已经超过路权申请范围，佮随意砸人甲车，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来开罚。因两挂都甲我。红窗啊，踢掉啊！啊，伊停落来啊，我再甲伊讲来边啊讲啊，啊伊不爱啊，啊伊就甲我干胶，干胶啊。对啊，我想要拦下来是什么意思啊？本分局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3款及第11款，最高共处罚新台币4800元。自来水公司表示，施工人员发生口角甲挡路的情形，引起公安疑虑，已经请厂商随停工，以契约规定处分，佮要求加强教育训练，避免类似的情况佮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根据农业部的统计，高雄的冷冻犬数量虽然有逐年的减少，也毋过到达也是有1万多只。最近旗山码头线发生规定冷冻犬驾驶违法的事件，佮引起民众的关注。最近市府除了要来加强稽查违法饲动物以外，即马嘛要来设一种 AI 智慧监控的笼仔，提升猎狗的效率。水库内底规群的冷冻犬，甲一只玫瑰鹿为条条下死命咧夹，这是顶个月伫旗山码头线发生的事件。当地民众讲，因为附近定有人摕物件来饲狗，造成冷冻犬愈拖愈大阵，毋奈夹动物，佫会攻击人。市府接到通报，也随启动专案，除了加强处理违法饲狗以外，嘛用笼仔甲麻醉剂来猎狗。今年伫咧永安区甲旗山区已经猎600多只冷冻犬。现在动保处也建议要结合科技，提升防治冷冻犬的效率。未来动保处对于海线及山线的游荡犬问题，也将设置 AI 智能远端的监控为题，同时运用无人机来追踪，强化对问题游荡犬的捕捉量能，以对在地游荡犬的族群减量及管控。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高雄的龙洞犬虽然有减少，不过今年也有万外只。传统的掠狗仔猫仔做法，都是摕笼仔放物件来盛，人酒伫咧边仔等。有里长讲，为着要当猫仔来手术绑起来，有当时掠一只运气好的时免半点钟，运气若歹3-4天拢咧等。透过智慧监控系统来掠狗，一支手机就会当控制，伊认为会使来试看卖。动保处有即个想法啦，我是感觉是嘛是袂歹，会当。先洗个先工啦，就是人力，因为现在人力都有短缺啦，有当时要真正要开始干底下，真正你得要驻守底下。如果有这个好的方法，会当试看卖啊。动保处表示，智慧监控系统上今年底进前就会来做，若现阶段会针对49大重点区域来考劝民众卖乌白饲龙洞犬。若是发现有违法的情形，就会录影提供环保局按照废清罚开单，上悬罚6000块。记者郭家祖、邱超阳、高雄仓报道。有诈骗集团伫咧网络打广告，讲要伫咧台南虎头埤风景区办亲子露营，因为这费用真俗气，真侪家长。但是主管机关抑个业者就出面驳回，讲这是诈骗，根本就无办活动哦。高雄抑个有一个60多岁的男子，伊讲女网友甲骗讲，伊发生车祸爱买真贵的药啊，就去银行领100万要来汇钱，甲在警方就甲挡落来。官方社群打广告，提醒民众卖互骗去。即阵有人打假广告，讲要伫台南虎头埤风景区办亲子露营，大人498，12岁以下囡仔免费。不过这根本是诈骗。活动非虎头埤风景区主办，请民众务必要查明事实，避免受骗。本局也已通报相关单位进行调查。虎头埤因为风景真水，假日本来就是亲子旅游胜地。假广告列出虎头埤顶山的风景区的营地，真俗的收费袂少家长拢要参加。风景区主管机关甲业者只好赶紧出来驳回。价钱比较便宜，真的是会先被吸引到。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诈骗太猖獗了，所以还是要多做确认。国内诈骗真济，除了假露营想要骗家长，还佫有假投资甲假交友。你是买啥物用的？你买创啊？美国的特效药。一个60多岁查甫人，测试中昼来高雄任某一间银行，讲要领100万，讲是网络熟识的女朋友出车祸，真需要买4罐特效药，一罐单价都要20万。警方接到银行的通报到场，虽知影讲这是假交友的诈骗。购买药物给女网友，为填写汇款单据时，王男却告知行员要购买健身器材给老婆使用，前后说法不一。经远警进一步了解，发现实为典型假交友诈骗，王男才惊觉遭诈骗。跟他们说，如果要转一些资料什么的话，都要小心一点。巡逻员警来到银行签到，为了会当及时阻挡诈骗，警方甲各金融机构保持连线，除了透过员警到场考劝，警政署也持续情报人力甲导入 AI， 精进165反诈骗专线的接听量能，搁定期分析诈骗的步数，协助民众会当掌握趋势，强化防诈认知。记者采访报道。为着要帮助时代认捌诈骗的手法咯，新南科技文教基金会伫咧嘉义成港的月摆社区，因为举办智慧防诈骗的课程，唔那甲时代用手机佮邀请警方来分享针对老人的诈骗手段，希望提供时代正确的防止诈骗的观念。敢有咧用手机啊？有 Line 吗？伊即个吼，就是假做零件，甲讲，妈妈，我需要钱啊！我要买物件，我差10万，你赔我。警方向社区长辈分享实际发生过诈骗事件，为着要来提醒民众对诈骗手段的认捌，嘉义县新港的外牌社区邀请新老文教基金会来举办智慧防诈的课程，唔能甲长辈使用手机的方法，佮点破手机诈骗当中常常会用的手法。宣导真好，因为无真诈骗太恶质我一个感觉就是用车手判了事情，应该搁守法。利用这个活动来深入基层，会甲大家来指导手机真简单，要安怎来使用防范一寡诈骗的一寡常识根据经济署的统计，2024年国内受到诈骗的被害者计共有13万人左右，其中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9000多人。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8月，65岁以上的诈骗案件就抓到96件，其中以诱惑实施人、假警察、甲假投资上侪。针对银发族招诈手段，本局将强化宣导作为，透过社区活动、理邻会议、
乐龄学习中心、老人会等场合办理视诈课程。嘉义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占23.28%，是台湾老人人口比率上悬的县市。警方就表示，长辈因为反映甲判断能力的退化，对诈骗的手法较无了解，所以厝内亲人除了爱注意，长辈嘛要有正确的观念，才会当减少互诈骗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几年健保署扩大给付癌症新药，癌症希望基金会统计，最近5年健保提供新的癌症药啊，67%有条件限制，尤其是喙腔癌、胃癌啊，个子宫癌等等的弱性癌症，会当用的药啊是已经真少了，又有条件限制，一寡病人敢若会当自费负担是真重。癌症一定是台湾民众死亡原因的头名。就有病人伫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无钱、药啊无健保等等的问题，或者的癌症病人无法度受到完整的治疗。这个经济的负担不只是个人，还包括了整个家庭。那就是很希望可以把标靶药都全部纳入健保。所以当初我因为一发现就3期，所以其实这个费用非常的庞大。因为医生，我其实很想要走这种自费的免疫的疗程，但是好像没有药可以用，所以我目前在台大做的是人体试验。癌症希望基金会呼吁政府含肺癌、鳞癌、大肠癌这寡主流癌症比起来，亲像喙腔癌、卵巢癌等等这个弱势癌症，会当用的药啊少，有健保通好负担的嘛真少。基金会表示，虽然5年来新的癌症药啊有67%是健保负担的，不过有条件限制，所以真侪病人爱家己自费。为着会当降低癌症的死亡数，基金会希望未来健保会当负担的癌症药啊通增加。这些弱势癌症呢，实际上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发生率很低哦。我们所谓的弱势癌症，包含了他们所谓的资源弱势，也就是说，虽然引进的药物这么多，但实际上10年下来，适合这些癌症病人的用药并没有很多，都非常的少。然后，甚至这些病人往往因为他的社经地位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好发族群的关系，他有所谓的发生弱势。基金会表示，希望大家会当为着弱势癌症发声，莫互因为医药费负担袂起，放弃治疗。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中秋礼盒是真竞争哦，咱来看中华家家做的月饼，这铁糖牌2人酥，顶个月就开放注文，4点钟内就卖7万粒去咯。有民众是怨讲哦，这电话卡要600套嘛是卡袂入去。刚刚是表示，毋是为着趁钱，是希望这个经营人未来有功夫较好趁食。烘炉拍开，一粒一粒金黄色的2人酥出炉，边仔工作台大家手嘛真无闲，咧糯米粉包红豆芽加鸭2人，赶工咧做2人酥。搁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中华家家推出月饼礼盒，顶个月28开放注文，一日的时间就卖出7万粒。我今年有比去年增加15000粒，拢总要卖10万粒。8月28开始开放订，第一天就订车7万粒啊。中华家家表示，当初设立烘焙工作室，就是希望受刑人会当学到趁食的功夫。有原本地晓做饼的同学来看教，嘛有人是自头开始学起。即阵中华家家铁糖牌的月饼做出名声，嘛互受刑人增加袂少自信心加成就感。我感觉袂歹，因为教因互我有一个成就感，包括讲因愈学，因的技术愈好。咱能帮助一寡同学因出去，佫有较好的就业机会。较有机会来这烘焙班，我较有看到正常的收入安尼，会使免落厝的负担安尼。我去年有机会，我会参加教电师傅的技能训练，看我创业无安尼。除了烘焙班，中华家家嘛有设立长期教学员班、景观设计、电脑相关等等的技能训练课程，希望会当协助受刑人培养专长，提升未来出家的就业机会，顺利回归适应社会。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1930年代日本时代，台湾出现第一位女高音林时豪，伊也是台语经典老歌一个红灯的原唱之一。来自台南的嘉西镇舞蹈剧场，就用林时豪甲伊红色路边顶的故事来创作舞台剧，希望带观众做伙来了解林时豪是安怎为台湾流行音乐打拼，为社会改革付出。
条李白诗是日本时代反殖民革命青年路边顶写给看守林时好的歌。最后路边顶因为遇到汉生病，夫妻全的分开。既然你使讲出来，朋友搁回来啊，为什么代志会变做安尼？其实电影舞蹈剧场以林时好的故事改编做舞台剧，伊也是台湾第一位女高音。剧团希望草民众了解林时好是安怎为台湾流行音乐打拼，为社会改革付出。技术总监分享讲，家己嘛是为着这出戏收集文献，才发现家己对民族舞的兴趣和启蒙，嘛甲林时好的歌舞团有正深的缘分。艺下歌舞团是我从细汉，从细汉我就。每一本来台南演出，我就去看，然后即个演着因的，我足欢喜的。有诚济迄个伊咧唱歌的时阵，演唱会的迄个相片，伊个主台拢足霸气的，然后个延伸转化成舞蹈化。舞台剧嘛邀请到剧团受众者黄树豪来参与演出，为着要让观众会当听到林时好日本时代惯的剧团，嘛搬出剧台现场放给观众听。黄树豪表示，林时好的声乐唱法，伫迄个年代来讲真罕见，嘛是真有艺术性的表现。伊希望台湾的音乐毋是迄种 local 呢，是爱走向世界，所以爱用世界有艺术的迄种高音的唱法，来带伊小介予全世界。这出舞台剧《天光前林时好的李白诗》，随时随五伫台北演出，加赛电用歌声和舞蹈再现林时好这位传奇女高音，希望把历史变作有花有貌的艺术演出，呈现给观众。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那到7月时啊，真侪人会想到贵阳歌，有剧团趁即阵推出大期作品，拿刀子啊，你叫什么名字？想要带观众做伙来了解拿刀子啊的故事，对恐怖传说以外观点来呈现父权社会对女性无公平的对待。人用念歌的方式表达出拿刀子的心声，这出戏叫做拿刀子，你叫什么名？剧团希望透过和观众的互动，来探讨拿刀子是什么款的女性，对伊来讲，爱情是什么？因为真侪人对拿刀子的印象是，伊是一个真恐怖的查某鬼，煞无去受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无公平。这粒是真是一对。就是这人吗？互大家知影讲，以前的女性伫迄个时代受到的一些代志是无公平的，所以伫这个剧场内底想要甲伊反对这件代志，甲伊翻案就对了。这是编舞家何晓梅成立的舞团，伫中原即天推出来美亚现代关录音浸水式的剧团体检，即届也和民谣大师陈明忠合作，创作6条的大纪念歌，透过美亚导演和舞者的互动，互观众探讨爱是啥物。过去的代志急空水啊风啊去，就是要甲观众讲。不管你思考到对大，落尾人要转去，拢是双手空空，江山咱由别人，所以有些代志，其实就是过去，互伊随风去。舞团表示，因未来会伫中原节迄天开始连续90场的演出，希望透过表演，互大家了解，其实拿刀子伊并无遐恐怖，恐怖的是父权社会女性无路通行的命运。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关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